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线下实体店聊一聊国内的商场目前什么一个情况。最近这个国内的商场那是越来越冷清，很多大商场门可罗雀。这个有很多数据大家自己可以在网上去看到。我们不说数据因为很多上市公司你是能看到这个数字的。我们主要聊什么呢？聊现象。你比如说这个1个亿小目标。这个曾经的首富王老板，他手上有将近500多个这个万达广场，而且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他也在卖他的万达广场，但是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万达广场越卖他的债务似乎是越多对吧？王老板好像没有什么轻松过也就是他的万达现在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这至少说明他那个万达不好卖，到现在成交对吧？你卖了几年了才卖多少第二个卖了也不值钱，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吧？那至少说明这个万达广场为什么不好卖呢？就没人接手。如果这个标的非常好，如果商场的生意特别火爆对吧？它就是个现金流，源源不断的产生现金那你说会卖不掉吗？对吧？那你说这个王老板处置资产3年了，现在是越来越困难，王老板越来越瘦，所以从这个现象也能看出这个国内的商场恐怕经营状况非常恶劣。今天呢，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它有一个报道，叫大城市的商场快开不下去了。正好呢，创业最前线它是前几天有个报道，叫内地一半商场租户销售额下降，高端商场恒隆广场走下神坛。所以我们结合这个看一看，现在这个线下实体经济商场到底是什么情况。三联生活周刊说最近2年国内商场越来越冷清，很多大商场门可罗雀，犹如经营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商场不得不关门或者转让，而且越是一线城市的高端商场关门和转让的越多。为什么看上去消费力最强的大城市商场反而开不下去了呢？这个问题跟餐饮业有关系对吧？为什么北京上海的餐饮似乎更惨？北京这个还住宿也一样对吧？这个高端酒店呢，北京上海也是一样的问题。也就是你要把它笼统起来说，那是为什么一线城市似乎消费现在更难了？北京1600多家这个规上的住宿企业，整个上半年好像一共才赚是几千万吧，合着每家上半年6个月平均就赚了4万块。你要多招一个人这个住宿企业恐怕就要赔钱了，就已经到这份上对吧？餐馆都在关门，都不赚钱。这个三联生活周刊说从上海来看，多家大型商场已经在这2年陆续关门，比如太平洋百货徐汇店、梅龙镇以士丹百货等等，这些都在上海经营了30年左右，曾经是上海最具人气的商场。从北京来看，虽然关门倒闭的大商场还不多，但也是寒气逼人。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今年5月份，国内最高端的顶奢商场北京 SKP 易主，北京华联将股权转让，退出这家全球店王。这个北京的 SKP 就在那个华贸中心也就是在这个现代城对面大望路地铁口附近。北京 SKP 是国内高端商场的一面旗帜和风向标，当北京 SKP 都被开始出售，国内商场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国内大商场之所以越来越多被迫关门和转让，主要还是经营压力所致，犹如逛商场的人越来越少，消费力越来越弱，而商场的刚性支出又难以消减，所以很多商场无法维持，只能选择退出。而且这一轮商场倒闭或转让潮更多发生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这也是格外引人深思之处。消费力最强的一线城市理应最能支撑高端商场的发展，为什么现在反而崩盘越快呢？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最近几年一线城市消费降级最快，高端商场就成为一线城市消费降级最直接的牺牲者。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看，2024年全国社销总额同比增长 3.5%， 而上海社销增速同比下降 3.1%， 北京下降 2.7%， 这京沪不涨反而还下降，而且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出现负增长城市。另外2座一线城市虽然没有负增长，但是增速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圳社销增速 1.1%， 广州增速 0.03%。实际上这个现象叫什么？这个就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头部城市的这个对经济的这个感受更敏感，说一线城市一向是消费力最强的城市，为什么现在消费能力反而垫底了呢？
说主要原因在于一线城市民众的资产和收入在缩水，而开支还保持了过去的水平，这就导致很多家庭收支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压缩开支。从资产和收入端来看，一线城市资产主要集中在房产，房产占家庭资产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城市。最近几年，一线城市房价大跌，很多家庭的资产大幅缩水。除了存量资产外，一线城市民众的收入也面临较大压力。互联网大厂裁员、金融行业减薪以及外资撤离等等，还有那个房地产开发商，对吧？房企暴雷，这些房企总部啊，它主要都在一线城市，或者是对吧？这个新一线城市，还有外资撤离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对一线城市民众影响是最大。而从支出端来看，很多家庭在过去经济上行期买房，按照以前的收入为基础做高额贷款，但是随着经济周期的转换，当年可以轻松承担的房贷，现在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在优先保证偿还房贷之后，就必须压缩其他非必要的开支。所以这几年，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消费垫底，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房地产下行的拖累。我觉得这个是原因之一啊，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这个我记得前东北证券的这个经济学家那个付鹏啊，他就说了，这个房地产的缩水啊，对这个京沪啊这些所谓的中产影响很大。因为他们本来是要喝那个星巴克的啊，19块钱或者是30多块钱一杯的咖啡，现在由于房价一直在跌啊，咖啡都喝不起了，喝8块钱2杯的，消费降级嘛。当一线城市的民众开始压缩非必要的消费支出，高端商场就成为最先抛弃的对象。以北京 SKP 来看，在经济繁荣和房地产上行时期，在北京民众强大的消费力支持下，北京 SKP 的年销售额超过200亿元啊！北京的 SKP 啊，好像一直在全国是排第一啊。就是单店啊，就那么一个店，一年能卖200亿。不要说别人了，就我啊，过去也没少给他做贡献。以我为例吧，我这都多少年没去过这个 SKP 了。他以前不叫 SKP 啊，最早的时候叫什么名啊？忘了，好像是个叫什么名字忘了啊。他后来改成 SKP。我都多少年没去这个 SKP 了，这不就是一个真现实的写照吗？超越伦敦的哈罗德百货，成为全球店王啊！它不光是中国啊，它是全球的店王啊。但是随着北京民众消费降级，很多曾经的有钱人也开始缩减开支。刚刚过去的2024年，北京 SKP 销量同比下降17%。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贵为全球店王，经营压力也浮出了水面。当然，不只是一线城市，商场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气，已经成为全国性普遍现象。我正好刷到了啊，这个太原的一个博主说太原啊，大街小巷那些店面都在赔钱。大家看视频啊，太原现在满大街的店铺85%都在亏钱，10%都在持平，只有5%的店还在盈利。你不要跟我犟啊，你可以去调查一下。今年的实体店基本上没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岗位了，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就是女人要当男人用，男人要当牲口用，老板呢要当超人用。所以屏幕前的老板们，你们的店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评论区可以聊一聊。这个不是某一个城市啊，如果你那个城市现在线下看上去还挺热闹，那你就珍惜吧，因为寒意啊正在路上，很快就要到。除了消费降级的大背景之外，逛商场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从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是电商的持续冲击；从内因来看，商场自身经营缺乏特色也是重要原因啊。他这个说的都是对的啊，对吧？就现在大家更愿意在线上消费了，然后线下实体店它有自身的一些劣势，自身的一些缺点。这个线下实体店虽然购物的时候体验好一点啊，你可以试，对吧？所见即所得，但是啊，一旦这个维权售后，那非常麻烦。线上，对吧？可以仅退款呢，线上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说商场啊，它这个萎靡啊，也跟这个它的自身也有关系。我国电子商务诞生20多年来，从淘宝、京东到拼多多，再到今天的各种直播带货，电子商务一直处在创新的最前沿，用各种方式吸引消费者。在整体消费低迷的背景下，我国网上消费还是保持了较快增长。网上消费较快增长是以线下，对吧，萎缩为前提的。这个整个的消费并没有增加，那你网上增加了，那你线下肯定就减少啊，对吧？2019年我国网上零售额首次突破10万亿，到2024年网上零售额达到了15万亿。相比之下，实体商场的创新乏善可陈，除了个别有创意的商场之外，绝大部分商场都是几乎雷同的模式
式，一层珠宝首饰店，一层服装店，一层数码店，一层美食区，一层电影院。说到这个线下商场啊，我们经常拿这个以前的中关村举例子。哎，你说你现在啊，你也要买个手机，买一台电脑，或者买个什么3C 是吧？内存条、充电器，你在 APP 打开，在京东上面或者在抖音上面一搜，对吧？你坐在马桶上啊，利用这个大便的这个间隙啊，就完了。你如果买了觉得不合适，对吧？可以马上退换，多方便啊，又不耽误时间，而且价格还比较透明，你可以随时一比价。你要知道以前在中关村，对吧？这个线下实体店，首先你去就很麻烦，对吧？无论你是坐车还是开车，还是倒地铁，还是打车去，你要耽误多长时间？完了去了之后，你很有可能啊，弄得不好要挨打，对吧？你要买了这个不合适的，你就要去退，那简直不可能，对吧？所以说，全国各地的这种线下的数码城，好多都关门了，干不下去啊。一方面是电商在拼命创新，从价格到便利再到服务，全方位吸引消费者；一方面是实体商场多年不变，没有充分挖掘线下购物的独特优势，实体商场的节节败退，自然也在情理之中。除了电商冲击之外，商场越来越难，还和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有关。最近几年，商场里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但是旅游景区的人变得越来越多，尤其是节假日，热门景区总是人头攒动，完全看不出消费低迷的迹象。这个可不是啊，这个景区的人多啊，那是赚了人气，对吧？收入是没有涨的，人均花费都在下降，消费降级，不光在商场里面，在景区也一样，对吧？大家能不花就不花，要不然这个什么峨眉山，对吧？这个什么张家界，还有这个曲江文旅，对吧？那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那些，一到节假日，那这人头攒动，走不开，但依然是亏损。消费降级是无处不在，每一个角落啊，不可能说在商场不花钱，完了跑到景区大手大脚花钱啊。这种现象说明说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正在发生重大改变，消费力正在快速转移，从实物消费开始转向服务消费，这也是一种可能啊。那这个创业最前线啊，他的报道是说，内地一半商场的租户销售额下降，高端商场恒隆广场走下神坛。恒隆广场主要在上海比较多啊。他这个文章是根据这个恒隆地产的，因为它是上市公司啊，根据他的财报，根据他的这个高管在这个业绩发布会上的一些说法。说2025年上半年，恒隆地产实现收入50亿港元，同比下滑19%，股东应占纯利9亿港元，同比下降14%。说这是自2021年以来，恒隆地产中报首次出现收入利润双下滑局面。说相比于恒隆地产，说外界更熟悉的是恒隆广场，这个商场以汇集一系列奢侈品而闻名，堪称高端和贵气的代名词，在高端商场塔尖矗立多年，对吧？也就是相当于北京的 SKP 啊，如果恒隆广场也不行，那就说明高端商场都不行，不是一家的问题。但在消费降级的环境下，高端零售明显承压，部分恒隆广场的租金已经出现下滑之势，不得不走下高端神坛。恒隆地产宣布自2025年开始，中国内地不再将商场划分为高端及次高端类别。此时此刻，说恒隆地产管理层抛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的论断，是不是为时过早？也就是这个恒隆地产的高管在业绩发布会上说我们恒隆地产的这个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实际上言之过早。恒隆广场在这份暗淡的成绩单背后，是其2大核心业务的集体滑坡。长期以来，恒隆地产的业务主要包括物业租赁、物业销售及酒店，其中物业租赁是核心支柱业务，普遍能够贡献90%左右的收入。也就是这个恒隆地产它持有恒隆广场，那恒隆广场主要是收租金嘛所以说这个物业租赁是它的核心支柱业务，而这一核心业务正遭受滑铁卢。2025年上半年，物业租赁实现收入46.78亿港元，同比下滑3%，其中中国内地实现收入32亿港元，同比下滑2%，中国香港实现收入15亿港元，同比下滑4%。与之相比物业销售更是断崖式下滑，那就是住宅那跟其他的开发商一样那都卖不掉对吧？现在很多开发商他这个每个月的销售额跟2021年比只剩零头，所以这个恒隆地产也不例外。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分别同比下滑60%、87%。提起恒隆地产，
一定绕不开恒隆广场，这是企业最知名的 IP 之一。目前，恒隆地产已经在中国内地8个城市打造了10座恒隆广场。2025年上半年，这些恒隆广场整体平均出租率在94%以上啊，那这个出租率还算可以。只不过光鲜亮丽的出租率背后是多座恒隆广场下调租金换来的结果，以价换量，对吧？你要租金再那么高，租不出去。说，例如天津、武汉、沈阳市的出租率并未下滑，就是它出租率没有下滑，但收入同比下滑2%至37%，那也就是它租金降了。与之相比，租户的日子更不好过啊！你在恒隆广场里面经营的这些商家，那就更惨。说，据创业最前线不完全统计，中国内地的5座恒隆广场租户销售额出现下滑，跌幅在1%到58%之间。以武汉恒隆广场为例，收入同比下降36%，租户销售额同比下降31%。而沈阳市恒隆广场则更为惨烈，收入同比下滑37%，租户销售额同比大跌58%，那不直接腰斩吗？这也意味着，即使这2座恒隆广场出租率上升，在当前的财报数据呈现上，却是恒隆地产和租户的双输。在这种情况下，恒隆地产是否会因为要保持高出租率而不断的下调租金？恒隆广场的租金是否设置了下限？如何保证高出租率？出租率、收入、利润如何平衡？创业最前线试图向恒隆地产进行了解，但截至发稿仍未获回复。商场如住宅和写字楼不同，商场的高入住率比单个商铺的高租金更重要，因为入住率越低啊，那就代表商场没有人气，那就没有流量，你商场里面那就你更租不出去，那流量就更低，那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这个商场啊，它宁愿租金便宜点，要提高入住率，这样提高人气，提高流量。那对这个商场来说，对吧？他就为了提高入住率，他就不停的降租金，的商场的经营压力就越来越大。哎，大家把这个想明白，就知道万达广场为什么现在这么难。总之啊，这个无论是线下这个高端商场，还是中端的、低端的，压力都非常大，反映的都是这个消费降级、消费低迷。这个按道理来说啊，尤其是高端商场，像恒隆广场和这个北京的 SKP， 他们受线上的影响应该小。也受影响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但是这些商场它主要卖高端品牌，对吧？奢侈品，那奢侈品你在网上买的还是少，对吧？谁会你在网上你在哪个平台去买一个 LV 的包啊，或者是古奇的，或者爱马仕的皮带？所以说啊，这个高端商场低迷，你不能说是线上把它抢了，对吧？那线上影响还是小，所以说根本原因还是消费低迷。最根本的原因啊，还是所谓的中产啊消失了。以前啊，这些商场它的消费群体就是中产，主力是中产，那现在中产直接消失。这个同样的例子，对吧？大家要知道，你像北京的宝马的5S 店已经爆雷。然后北京、上海还有什么天津的吧，什么奥迪、宝马还是奔驰的 4S 店纷纷关门啊。凤凰网财经7月30号报道啊，说近期大量奔驰车主在社交平台反映，陆续收到 4S 店发来的短信通知，称其购车门店已被梅赛德斯奔驰官方终止授权。记者了解到，终止授权的门店包括北京鹏龙瑞星、北京鹏龙海一杰啊。北京运通信驰、浙江保利德、德州广汇之星、湖州之星、绍兴之星、东营五月等授权终止后，部分门店已完全停止营业。这是奔驰啊，对吧？宝马、奥迪、BBA 啊，这个典型的，无论它新车对吧销售还是维修，他们的对象啊就是中产。这些 4S 店都干不下去了。这个大家知道啊 ，4S 店它卖车实际上赚不了多少钱，它主要靠售后维护。这些 BBA 啊，你买得起，你不一定能保养得起，就是维护啊、保养是一大笔费用。哎，这个恐怕是 4S 店的这个利润的一大块，对吧？当这个中产买了 BBA 之后啊，遭遇这个收入下滑，对吧？失业或者是对吧降薪，那他的这个 BBA 这些车啊，它的维护啊，那很多都不去 4S 店了，直接去那些什么汽配城，那价格便宜一大半，有的也对吧保养也不那么积极了，所以这些 4S 店干不下去。当然了，也受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挤压，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产在消失。所以今天啊，通过这个北京的 SKP， 还有这个恒隆广场，对吧？还有各个地方这个 BBA 的 4S 店关门，大家就知道啊，这个现在经济到底什么个形势？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对吧？中梁不正倒下来，这个中产一垮塌，这消费更不正。就以前的消费主要靠中产，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怎么刺激好像消费都起不来，这主要原因啊。我看最近银行对吧，开始给这个消费贷补贴啊，这有什么用呢？消费贷贴息，哎，这种做法说白了就是给那些炒房的啊，让他们稍微轻松一点。因为真正的去贷消费贷几十万的，恐怕都是炒房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啊，这个含义是越来越浓，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